現金循環再造機，世博新發明。媽咪，終於嚟到上海世博啦！哇係，呢度有部 cash recycling machine喎，莫非係最新發明？連錢都可以循環再造，中國人真係偉大啦！睇真啲啦，仔，入邊係部可以提款同埋存錢嘅櫃員機咋。嗱，仔千祈唔好行入去啊 ！Execution in progress 會處決埋你噶。哇！呢條路仲危險 ，Do drunken driving， 即係叫人飲完酒先揸車。哎呀，阿仔啊，早啲睇到呢個牌，你跌嗰陣就會小心啲噶啦。呢啲咁嘅山寨英文喺上海通街都係。為咗世博，上海市語文工作委員會用咗2年改咗過萬個指示牌同幾百間餐廳嘅 menu 噶。不過就有人嫌佢哋扼殺咗創意咁話。